最近因为股市涨2万点，嘛，互房地产的市场是热扑扑。有风声讲，中央银行可能会甲第二间厝的贷款限制讲上济贷6成。有专家是指出讲，这款做法可能是望讲会当来减少投资客。街头巷尾建案世界是大型的机具伫工地内底继续赶工，真侪重要的交通路口也会当看到各大建案广告的扛棒，想要吸引想要买厝的民众。近期国内房市热度真旺，整体呈现计销价数量拢增加的情形。目前永行的总裁杨金荣伫立法院讲到房市的3警示，即马传出即礼拜是永行的理监事会要检讨选择性信用管制，因为即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是自然人伫6都甲新竹第2号房贷上悬，敢若会当贷到7成。无排除扩大到全台湾拢列入管制，全面来限制各县市第2号的房贷成数。现阶段央行的操作来看的话，因为建商相对而言比较弹性跟灵活，所以有一些投资客因为整个市场上面的价格已经往上走了，所以也不乏会出现很多的建商再把房子买回重新出售的状况。徐家兴认为，央行这款的做法是想要让更较侪投资客会当放出物件，只是最近原物料大起，未来会阁起，无论升息或者是调整税率，对房市拢会有真大的影响。另外，这波房市过热也引发外界质疑是新青安房贷的政策所造起，传出8大公告的行库对新青安的人头考察、包租公拢出手阻挡。对此，财政部表示，房价的大起的原因真多，不应该甲政策的美意做乌。在授信都是有一定的准则嘛，我们会去了解，还会去查核啦。所谓的房市所谓上涨预期起来的时候呢，自然会找到投资管道去的。它不见得就是说差那一层，所以说这个效果其实不会太大的。黄清华表示，去年8月份以来，新青安房贷核贷干那4.4万户，占比是真少。会加强相关资料稽查，继续强化贷后的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